选调。虽然已经有大个祭司头，上帝的囝耶稣，结果遐个天，咱就好打上悬稳定的座位，通受人民，也得到稳定，最及时的帮助。还是请咱大家别办好咱的心，咱要做伙三角来祈祷。主啊，阿爸是被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虽然迄人病毒的疫情，我阮的教会明显歹慢，将近1年无保护过，无这实体的这个聚会已经真久，大家拢真怀念，赢这做伙。敬拜好路，最近阮中纪会已经有举办好势，8月15第3个主日，特别来开始来举行实体的礼拜，就是阮教会这个网络讲道的录影，阮有缘会继续我进行落去。因为这是阮教会这个宣教的时间，照着这，也通来帮助无办法去参加教会聚会乡亲的友，会当照着 YouTube 网络的这个视频，做伙来敬拜，预备上帝。今仔日阮搁一摆，透过网络的这个礼拜。我咱随当厝内，也是厝外人别所在，做伙来做礼拜，开个出去来施恩赐福，互阮会当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你的名通得到荣耀，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来朝这上帝要赐福的来管。恳求主你来继续保护着阮，因为最近伫逐所在这个气候，也阁是非常的严重。目前美国甲阮的故乡台湾，这个肺炎病毒已经稳定落来，总是也无完全消失以前，唔通互阮遭遇着新的变种的病毒。
表达这个娇叫。所以阮犹阁是都爱专心来挖好助力的保护，以及保守，个人这个防疫的这个责任。最近这个当届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用间，咱们的选手有真好的成绩的表现。咱是就259公斤级的这个女单，也是女将郭信纯老师，伊的抓举103公斤，突破了奥林匹克的纪录。就台湾来赢了一面的这个金牌，也完成武当的这个金满贯。阮台湾人的这个英雄，我也要感谢所有参加各项比赛这台湾的选手因，愿意要上帝祝福予因，来为着台湾来争夺这个光彩。今日我搁一摆来到助力的小好多节，不管是北美，还是台湾，拢爱着向你来强听助力的话语，为着主来千起萝卜的水，甚时也来检查我的心，赐教我的意念，我就会通得到福气，我为这个蒙恩的一个主人，我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7节。第1节，耶稣行过时，看见一人出世就痴迷，伊的学生问伊讲：“rab比，这人出世就痴迷，对治罪犯罪，是伊本身，还是伊的爸母啊？”耶稣应讲：“这人无犯罪，伊的爸母也无。读书要用伊来显明上帝的所做。但要日时，咱着做初拍我来的迄位的工，暗时一个到，就无人会当做工。我伫世间的时，是世间的光。这话讲了，就配烂伫厝骹，用喙烂搅醋来过痴迷人的目睭，甲伊讲：“去洗了阿弟洗你的目睭。”伊就去洗，倒转来已经未看见。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申命记》28章58到59节。58节，你若无即首来行即本册所记律法一切的话，无敬畏有阳光通行为的名，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耶和华就要用奇怪的灾害，就是极大极久的灾害，甲极重极久的病，临到伫你甲你的子孙。这是上帝话，既若读甲听遐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明。这条要来学咯，唔通丢毒，请你来。这是一首日本的歌谣，叫做《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那么
台湾话意思就是讲，请你等一下。韩国话就是讲，请较慢摇。英语就是讲 ，just a moment please。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请你等一下。你写出目屎流满面，将心中的痛苦来讲出来，我就要通替你来祈祷。桜樱花伫春天开，花芳鸟只唱新歌，乌落天白煮摇花，互主爱阿伯人安慰着你。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拭去目屎笑眯眯。さよなら，讲拜拜，袂记你痛苦，ください。请你将这个痛苦来放别给你。这条歌叫做「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伫差不多20几年前，我本身伫北教这里侍奉的时，我用这首诗歌来帮助真济人。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咱做下来敬拜。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写出目屎流满面，将心中痛苦讲出来，我就通替你来祈祷。桜伫春天开，花芳鸟只唱新歌。乌落天白煮摇花，我主爱阿爸安慰你。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拭き目屎听咪咪，さよなら讲拜拜。袂记得痛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写出目屎流满面，将心中痛苦讲出来，我就通替你来祈祷。桜伫春天开，花芳鸟只唱新歌。乌落天白煮摇花，我主爱阿爸安慰你。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拭き目屎听咪咪，さよなら讲拜拜。袂记得痛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拭き目屎听咪咪，さよなら讲拜拜。Oh yes， 袂记得痛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写出目屎流满面，将心中痛苦讲出来，我就通替你来祈祷。桜伫春天开，花芳鸟只唱新歌。乌落天白煮摇花，我主爱阿爸安慰你。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拭き目屎听みみ，さよなら讲拜拜。袂记得痛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写出目屎流满面，将心中痛苦讲出来。
来，我就通替你来祈祷。桜伫春天开，花香飘着秋心肝，我落天边主要好我，我主爱阿爸安慰你。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地球は咲いたビビ。さよならコンバイバイ。思い切ってトンコ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地球は咲いたビビ。さよならコンバイバイ。Oh yes。思い切ってトンコ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小树木在老毛病，从心中痛苦讲出来，我就通替你来祈祷。桜的春天开，花香飘着秋心肝。我落地被主要花，我主爱阿爸安慰你。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地球は咲いたビビ。さよならコンバイバイ。思い切ってトンコ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小树木在老毛病，从心中痛苦讲出来，我就通替你来祈祷。桜的春天开，花香飘着秋心肝。我落地被主要好花，我主爱阿爸安慰你。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地球は咲いたビビ。さよならコンバイバイ。思い切ってトンコ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地球は咲いたビビ。さよならコンバイバイ。Oh yes。思い切ってトンコ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小树木在老毛病，从心中痛苦讲出来，我就通替你来祈祷。桜的春天开，花香飘着秋心肝。我落地被主要花，我主爱阿爸安慰你。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地球は咲いたビビ。さよならコンバイバイ。思い切ってトンコ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小树木在老毛病，从心中痛苦讲出来，
我就通替你来祈祷。桜伫春天开，花香悄悄唱一歌，雨落天地树也好花，我主爱爸爸安慰你。Giotto mate kudasai, chikibasai chamiti, sayonara con bye bye, boikiti tonko kudasai. Giotto mate kudasai, chikibasai chamiti, sayonara con bye bye. Oh yes! Boikiti tonko kudasai. 各位乡亲、士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一年我来，因着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这个混搭，互咱也听到有真侪人来过身，也是这个确诊的这个消息，所以专家因拢会根据因所统计这个数字来分析，来做预防病毒的这个控大的这个策略。那么咱虽然毋是专家，总是呢，若是有咱的好朋友、亲人去遇到这个艰苦病痛的时阵，那么想要想办法，要来找出什么款的原因。所以算命的人，因会对这个命运来做推断，归咎予这个互人的这个命运，以及人的这个八字的轻重来影响的。那么这个宗教人士，因为对这个律法道德的角度来去做判断，所以证人七个嘴八粒字，这个结论就是拢总无人知影。就是专知的天父上帝知影尔定，所以咱必须要晓悟，上帝是主宰一切。那么当初上帝创造人类的时，伊真满意家己的这个创造，有真侪发生伫咱身躯顶的这个代志，确实去扭曲了上帝当初这个创造咯。就是这个代志，并不是自然来发生的，乃是照着上帝主宰来发生的。2010年的10月份，这个海地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发生了7.3级的这个强烈的地震，所以整个的国家差不多是弄到平去了。所以消息传出来了后，全世界各国拢总投入这个救灾的这个工作，所以当这个海地真需要帮助的时阵，竟然有一个美国的老牧师，伊认为讲，因是最有应得的。伊讲哦，海地发生这个强烈的地震，爱怪因家己啦，因为这个国家伫这个建国的时阵，因就甲魔鬼来入约，最有应得。这句话是人对伊所怨恨的人，还是冤仇人，或者是充满罪恶的人，去遇到灾难的时所讲出对讲的这句话。那么基本上，既然是人，拢有上帝这个形象，也拢有人的这个基本的尊严嘛。看到人失去活命，却讲出这款的无怜悯的话语，看起来敢亲像伫替天伫行道。不但是有这种的救抓，还有这个幸灾乐祸、落井添椒这个艺术伫咧。这位老牧师，伊伫2001年911的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嘛捌批评美国，就是因为美国离开上帝，所以才遭遇到恐怖分子因的攻击，这个就是上帝对美国的刑罚。伫这个2005年
美国这个纽奥良拄着这个卡翠娜风台的时阵，这个老牧师嘛公开讲纽奥良是现代这个索多玛，就是罪恶之城，所以上帝就降落这个水灾来刑罚因。那么实际上，这个老牧师的讲法，毋是即摆才有呢。伫最后所迄个时代，犹太人就捌出现过即款共款的思想。犹太人就认为讲，世间每一件这个不幸的代志会发生，拢是代表上帝对某种罪恶这个刑罚。约翰福音第9章讲一个青米人的这个故事。一个人出世就青米的这个乞食，最后说用这个喙烂绞头糊伫伊的目睭，叫去西罗亚的水池啊洗清去了，伊的性命整个得到改变。对黑暗的绝境的中间来行入这个光明。伫最后所有这个时代，大部分的犹太人，因拢相信破病甲伤害，拢总是犯罪这个结果。因对这身躯的破相的人，有一种的错误的观念，因认为上帝按照家己的形象创造人，为什么伊会创造出一款的人呢？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前世犯罪，所以今世得到受刑罚，还是伊的父母犯罪所得到这个报应？申命记28章58节讲，上帝通荣耀，通敬畏的名，你若无谨慎来遵行，耶和华就要降灾难，就是至大至长的这个灾难，至长至久的这个病痛，加伫你甲你的后裔身上。意思就是咧讲，你若无接受来行这本册所记载如他一切的话，无去敬畏有阳光无骄傲的名，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耶和华这边用真奇怪，这个灾难就是极大极久的灾难，一直极重极久的这个病痛，到伫你遐，到伫你的后裔。所以犹太人认为，无遵守这个诫命，无听咱上帝的话，这个就是罪。那么犯罪结局就是灾难，啊，毋就咒诅。伫这个约翰第9章第20节，学生问最后所讲入比啊，这个人出世就痴迷，是一罪来犯罪啊？是伊本身，还是伊的父母啊？学生看到一个需要怜悯的这个痴迷人，竟然忽略伊的这个痴迷人的这个需要，反正提出一个互痴迷人真艰苦心的问题，不但无解决到这个痴迷人的痛苦甲需要，反倒伫这个伤脆的顶悬来抹盐，加添着人的这个痛苦。但咱是毋是也常常落过这款的光景呢？对有需要人，咱有徛伫伊的立场来想，去帮助你啊无？伫这个 Houston， 我较早所牧养的教会内面，有一个家庭真不幸，伊一个查某囝出世就痴迷，啊，这个查某囝的智能也有问题，所以当父母信主了后，就带这个可怜的查某囡仔来教会，无论是做礼拜，还是上主日学，拢着爱甲伊带伫身躯边。有时阵，这个查某囡仔会吵吵闹闹，所以父母就爱轮流带去外面来散步行路。但这个查某囡仔渐渐紧大汉，有时你就问你老爸讲爸爸，为什么我那无目睭啊？但老爸毋知要安怎来如何来回答你，伊就带这个查某囝祈祷讲主啊，你是大权能的主宰，请你予我的查某囝有一个正常的目睭吧。所以面对这个可怜的查某囡仔，咱也是甲最后所祈祷的学生有一款同款的想法，认为伊出世就痴迷，若毋是伊家己犯罪，
就是伊的父母犯罪，你若是有即种的想法的是，你真残忍，你是无怜悯的心的人。约翰第9章第3节，主要所对学生的问题回答讲：这人无犯罪，伊的父母也无，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但主要所对学生讲，探讨为什么会破病，这对亲密人无什么帮助。伊所需要的是要得到医治甲拯救。但主要所讲即句话，互一般的人就是真见识的这个缺陷，变做阳光上帝这个工具。那么原来上帝眼中，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创造这个杰作。咱要将家己交伫上帝手中，所有这个缺陷以及无完全，拢要有机会来加做阳光上帝这个工具。咱最后所发现的这个答案，将人应该有的这个尊严，重新来形容这个亲密人。但最后所基督的宣告，对遐个伫苦难中的人提供何等的盼望甲安慰。自从咱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拢会去遇到的代志。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或者是先，或者是后面会去拄到这个天灾人祸、艰苦病痛不幸的代志。那么基本上是因为罪已经进入这个世界。万物都降服伫这个空虚下面，做伙伫土气甲劳苦。罗马人书第8章20节到22节，就这个出世就7年以及类似的代志，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拢在伫自然规律继续来发生的。伫到基督搁再来，万物更新为止，拢总会搁继续发生。那么，咱虽然无法度来解说这个苦难的原因到底是甚么，做是咱的态度，却会当来决定这个苦难的结局。亲密人无需要为着家己的这个残废来辩驳，也无需要郁卒艰苦心，嘛无需要伫人的面前来感觉见笑。最后所替伊开一条路，就是接受上帝的怜悯。或上帝奇妙这个作为，伫伊的身躯顶来彰显。最后所回答学生的问题了后，最后所伊采取一个真特别的这医治的方式。伊配喙烂伫这个涂骹，用喙烂来搅涂膏伫亲密人的目睭，甲伊讲：你去西罗亚的水池仔来洗清去。犹太人对细汉就开始读这个旧约圣经，因知影最后所这个动作是一个象征性的这个行动。什么款的意思？因真清楚。伫这个创作的时阵，圣爸就用地面上的土粉来创作人的，后来佫分一口开伫人的鼻孔内底，就成做有灵的这个活人。最后所是上帝的圣囝。伊依然有这个创造奇妙的能力。一个出世就青眉的人，伊真可能无目睭人。那么圣囝重新圣爸创造的动作，所以摕走地面上的土粉，创造新的目睭人，将这个光明到这个亲密人，来彰显上帝奇妙创造的大权能。那么最后说，交土来开亲密人的目睭，是伫安息日，最后所违背了这个安息日的规定，所以法利赛人真受气。所以伫这个约翰福音第9章49到50，最后所提醒因，时要是日时，咱就做找我来的工，暝是若到，迄点就无人为咱做工。我伫世间的时，是世间的光。最后所毋惊就违背着这个
违背了这个安好这个规定，最后煞嘛无行去激起这个宗教领袖因的受气，最后说伊无放弃医治人的这个机会，做错是轻轻啊、慢慢啊、真温柔，用着土味来抹着前面的目睭。最后说伊无咧赶时间，安尼凊凊彩彩应付一下，无。最后说伊真温柔，充满着慈爱，轻轻啊来揉前面人的目睭。伫最后所关心的这个青年人，较过头伫关心别人对伊的这个批评，最后所来是要减轻苦难的，毋是要辩论苦难的。伊宁可家己受误会、受迫害，也毋爱人活伫这个黑暗中。所以最后所叫学生毋通浪费精神甲时间去做无意义的这个辩论。伫约翰福音第16章30节，伊早就甲咱讲，伫世间恁有苦难，独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这个世间。伫咱的传统的思想内面，咱检视甲犹太人同款嘛，咱拢有这个报应的观念、积功德的观念，拢是对这款的思想所生出来。所以，当咱家己也是听到别人去遇到这个大灾难的时，也是得到这个大病的时，毋能够再埋怨讲，到底为什么是我呢？最后说，伫这个所在教示咱，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这个灾难。所以破病也是苦难，毋是上帝对人的这种的刑罚，也不一定是救抓的。反正常常是变做一个化妆的这个祝福。最后所回答，定心启示圣经的真理，讲受创造者的活命的这个本质，在于伊甲造物主的关系。若甲造物主的关系正确的时，咱的活命中所发生的代志，无论是对人看是好的，还是毋好的，拢总要变出这个化妆的祝福。这个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将对咱不利的代志，反转变做咱的祝福。上帝将咱活命中这个消极、负面的这个危机，甲伊转变，叫做一个积极、正面的机会。所以咱无法度明白，伫每一个苦难的最后的目的，总是咱爱知影，每一个苦难拢总是稳重的这个机会，互咱通荣光上帝。咱有这款的人脉，咱就要知影如何去面对一个不幸的人，还是不幸的代志。所以后回，当咱看到身躯有这个缺陷的人，咱毋通甲伊问讲，因到底是做了有啥物毋对啊？是啥物款的罪孽，才受到这款的刑罚啊？这个报应啊！咱来记哩，最后所甲学生讲的话，是要伫伊的身上来显明上帝作为。有一本册册嘛做何定的美意，作者是何美意、何美意老师伊的身悬只有126公分，足矮啦。伊35岁的时阵，医生就甲伊讲伊的骨头是90岁人的老骨头，所以上帝介绍家己的时，将家己讲作是不但是细汉的负责人，佫是一个老酷酷的负责人。伊真乐观，伊对上帝真有信心。伊讲我毋是上帝失败的这个作品呢，我相信上帝的眼中，我是一只细只这个迷你品，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宝贝。上帝互我有小小的身躯，确实我有看看这个心境。那伫这个因的父母之爱、鼓励有智慧的教师下面，何美意老师伊不但无自卑，反正有人想袂到这个乐观。伊将本身有一个特质是人袂到写成到这个特质，发展做音乐方面的才华。不但交做小朋友
真欢迎的小孩音乐老师，嘛是受到家长所肯定的这piano的老师。伊带动了学校社团合唱团，佮受邀请伫每一年差不多有100多场的这演讲，所以伊的人生发挥了快、佮长、无限的这个可能。那么这个何美仪老师伊认为，虽然世间人常常用真奇怪的眼光去看伊，总是若无这个缺陷，伊的人生就袂活出这款的多彩多姿的生活。伊的经历，互真侪人发觉到，原来这个缺陷，嘛会叫做人生的动力呢。所以鼓励了真侪条件变较好的人。世间有真侪苦难，是咱无法度通明白的。上帝也无甲咱解释什么款的原因。所以当你面对着家己的这个缺陷，面对家己的痛苦的时，毋能问家己讲我到底做啥毋对啊？才受到这款的刑罚啊！你得要将你家己的问题摕到主耶稣面前，检查耶稣会医治你，一个医治出世就痴迷这个去食一样。检查也亲像这何美老师无得到医治，所以无论主耶稣是不是有医治你，一定会将你的软井转变做对你、对别人的祝福。主耶稣知影，咱属灵的这个光景比咱身躯健康更较重要，所以主耶稣有时会互咱停留伫这个肉体软井的顶端，帮助咱属灵方面的这个勇敢。伫诗篇119篇71节，诗人基督讲：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要互我学习到你的律例。所以愿咱拢亲像这个痴迷人，心灵的目睭被拍开，就充满着信心来做见证，讲我只有知影一项，就是我前是痴迷的，现在我已经会通看见。所以上帝永远苦难发生，伊也要用苦难来彰显伊家己的荣光。苦难要亲像天梯，会引出人到上帝面前。阿们。这条要来吟回应的诗歌，踢开咱的目睭。可就是讲，踢开目睭，仰望上帝的荣光，开声吟诗，学了荣光大尊王。主，阮听你，阮学了你，哈利路亚！阮要来称上帝。仰望上帝荣光，
I love you, Lord. I were broken. Hallelujah. I praise your name. I love you, Lord. I were broken. Hallelujah. I praise your name. 기귀바주 영봉성들 연금 위상임시 오로 연금 권홍 주관태리 완오로리 할렐루야 완충성리 귀귀바주 영봉성들 연금 위상임시 오로 연금 권홍 주관태리 완오로리 할렐루야 완충성리 주관태리 완오로리 할렐루야 완충성리 Open your eyes,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aise you'll sing. I love you, Lord. I were broken. Hallelujah. I praise your name. I love you, Lord. I were broken. Hallelujah. I praise your name. 귀귀
바주 영봉兄弟眼为乡金水我若应个滚红主管条理万后里哈利路亚万群兄弟对亏把酒永丰兄弟眼光为乡金水我若应个滚红主管条理万多路里哈利路亚万群兄弟主管条理万多路里哈利路亚万群兄弟Open your eyes,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aise sing. I love you, Lord. I will proclaim, Hallelujah. I praise your name. I love you, Lord. I will proclaim. Hallelujah, I praise your name. 기귀 바주 영봉兄弟眼为乡金水我若应个滚红主管条理万后
直接同心阿头三甲来祈祷。主必听来阿爸比上帝，我感谢你。今日的网络的礼拜，我对新约约翰福音第9章第10到第7节，以及旧约申命記28章58节59节来思想，到底是什么人犯的罪呢？对今日的这个世界中间，互阮明白。最后所知影，咱每一个人上帝的光景，比咱的身躯的健康更较重要。所以最后所基督有时会将咱停留伫这个肉体顶面的这个软井的中间，就是要来帮助咱小人物方面的这个勇行。所以诗篇119篇71节讲。我受苦是甲我有利的，要互我学习到你的律例。我等会当亲像这个青年人，心灵上的目睭，你着拍开，充满着信心来做见证，讲有一件事我知影，前我是青年的，如今会当看见。那么上帝用英文，这个苦难的代志发生，伊要用苦难来彰显伊家己的荣光在咱的身上。苦难要亲像一个天梯，会当引带着人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无论主耶稣基督亲像伊伫咱，伊一定会将咱的软井转变做成了咱对别人的这个祝福。亲爱的宝贝上帝，阮拢是你所疼的囝儿查某囝，阮真期待活出一个为咱甲正人无共款的人生。求你来帮助阮勇敢的踏出去这个未知的道路，行行出一个无可能的这个负数，并且拒绝这个世界的这个影响。求你互阮知影，阮早前是一个青年人。如今因为主耶稣基督恩典，我得到会当看见，我会当为了主你来活，为了主你来做见证，互你伫我的心中来徛头位，来掌王权。我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但这条路我需要甲你祝祷吼。愿天父上帝的主甲怜悯，主耶稣基督恩典，圣神背书的感动甲交通，甲一个爱弟姊妹同在，伫教见主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亲爱乡亲，兄弟，咱今日网络的礼拜。到这就告一段落，明仔后回同一个时间，伫在空中过来相见面。愿天父上帝祝福你，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多谢努力，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唤恁，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
甲伊行，说咧几遍上帝，就甲因遵守主的命，用土地的团互因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拼互我，互伊的名光照你。阿罗。